AI 愈来愈发展，想要利用假影音影响选情的状况也愈来愈多。中选会会成立专案小组防治这款手段。党费的乌干达进程用一种原则，把4名台湾人的护照扣起来。经过驻外关注和当地台湾商会协商了后，已经将这护照评予因。顶年假毒弄死警察的嫌犯一审被判18年6个月，高院经一审今来规定被告承认假毒赛车，不过却无承认讲家己是威胁驾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日AM新闻，我是嘉豪。搁在100天呢，就是年底大选咯。今年投票的人数呢有1965万人，其中有60万人呢是头一届来投票。若讲到这回是出动30万名的选务人员来到协助，也因为这 AI 愈来愈发展，想要利用假影音影响选情的状况是愈来愈多。中选会也成立专案小组要防止这款的手段。另外讲到这公投呢，若准北大选开票，可能就要开到3更半暝。21月28投票日剩100天，中选会主委游盈隆亲身把2026九合一大选的公告打出来，宣布今年选举的人数大概有1965万人，其中大概有60万人是头一摆投票的，预计有8906个选区，而且有30万的选务人员。同一天，选举产生的地方公职人员的数量，以及选举种类、选区、选票以选务工作的复杂程度而言，堪称是地表上规模最大的、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强调讲会用办喜事的心情来筹备选举，不过伫咧 AI 快速发展，中选会8月嘛成立亲伪影片防治专案小组，甲检警、司法部斗阵合作，避免假影片影响到选举。我们是未雨绸缪啦，好，那我们也不能够过度的这个去强调这些部分，因为这个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也不见得是好事情。世界各国的这个声伪影音去冲击选情的都有利这个候选人可以用电子方式透过这个网站来通知这个网络平台业者，以加速这个声伪影音的移除的。也那立法院通过变形、废除非核家园，还有交通法官专用3项公投提案。游盈隆就指出，审计委员会会延到28召开，会严格审查是毋是成案。不过伊嘛强调，若是大选和2项以上的公投斗阵投票，开票都会翻点。111年9合1地方选举加一项修宪公投，最后开完是晚上11点40分。2个那一定当然是过午夜了，那3个大概就是1、2点。也拿被动团提出的一票多案公投法修法，游盈隆搁再强调，立法若伤过逼迫，对选务会造成真大的冲击。最近嘛经去国党团拜会，希望表达万请立法爱甲立场登记讨论号召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非常危险，这国道1号标立3期路段，昨有一台厢仔车要去机场的半路，和头前的电动车相压，2名驾驶就落来看，煞徛一个内线车倒遐，后边呢就一台白色轿车驶正点，就安尼甲弄落去，造成6个人受伤，其中2个不幸死亡。那这电动车的驾驶也因为重伤，伫行透早也来过网络。警方调查发现，讲这白色轿车真有可能是使用辅助驾驶系统，详细原因佫需要厘清。车祸现场一位查某驾驶坐伫内侧护栏，意识清楚，只受到轻伤。伊就是造成二度追撞的细林驾驶19中头。国道1号苗栗3期路段发生这件车祸。乌色厢仔车甲电动车先伫147.8公里的所在，内线车道发生相撞，双方驾驶落车伫路中查看佮协商。不过，就伫这个时阵，另外一台白色的轿车真紧驶过来，第2摆追撞，造成2个人受伤送医，其中2个人受伤严重死亡。本人驾驶人江男、林女报请检察官抽血检测中，林女酒测值为0。江南及车上女乘客53年次菲律宾籍，送苗栗大千院抢救无效死亡。上头先发生相撞的电动车细力驾驶，虽然捌恢复生命现象，也毋过20透早，也因为受伤伤重死亡，造成死亡人数佫增加1人。根据细林驾驶，向警方表示捌开启 ACC 辅助驾驶系统，后来佫变讲袂起来，警方继续咧追清楚代志的原因。我现在都不管他。他方向盘，他会车道自中，因为这还有车道自中辅助。他一直保持在车道的中间。
实际上路实测，驾驶配有 ACC 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会当正确控制车道之中对车距离甲速度，必要时也会当启动 AEB 自动紧急打档啊系统，达到主动安全的防护目的。也毋过专业汽车技术表示，虽然 ACC 是利用车顶的雷达甲点样机来整合主动安全系统，也毋过驾驶员也是袂当无专心。你已经预判到它那个是静止的，可是你的 ACC 系统没有马上介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驾驶这件事情接管，你就必须要做正确的处置，而不是去等待我的车子，他怎么不刹车，他怎么不避让，这样是错误的。汽车技术表示，辅助驾驶无等于是自动驾驶，搁较袂当取代驾驶人。建议这会当使用伫路况较少、固定速度搁较长途的路程，使用中毋但爱继续注意路况，加上防卫驾驶的概念，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采访报道。咱拢知影讲哦，食感冒药啊，若阵会爱困就唔通赛车。想袂到这个嫌犯竟然认为讲伊食毒赛车，唔是危险驾驶。讲到这几年呢，这食毒赛车弄死真侪人。三中分局的警察黄伟进顶年执勤的时阵，互这食毒赛车的嫌犯弄死。一审国民法官定甲伊判刑18年6个月。经过特效发回到高院经一审的时阵，今仔日来开庭。这被告承认讲伊有食毒赛车，不过伊无认为讲安尼生做是危险驾驶，也讲这一审甲伊判了伤过重咯。也若这死者的家属认为讲这嫌犯根本就无伫咧悔改，甚至这死者的囡仔也搁在问讲呢，这做警察的爸爸当时会回来。你知道吸毒害一个家庭破碎吗？在法警的介入之下，洪提审出庭，即马当洪羁押的查甫人黄国伟涉嫌毒驾弄死警察，昨晚20个在审理，顺治警察的家属嘛亲身到庭。跟孩子解释是说，因为爸爸被坏人撞死了，神明跟我说要把爸爸带去天上治疗，等治疗好了会把爸爸送回来。但其实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某囝失去因的翁和老爸，敢若会当少年，诉求正视毒驾造成的伤害。虽然一审是国民法官的法定判18年6个月的徒刑，但是2审是特殊判决，变做上诉了后发回各官庭经审的第一例。经过高检不服提出上诉，搁一摆改变走向。最高法院是认定2审的判决有理由欠逼债为实，将案件撤销发回高等法院经一审来审理。他承认他吸毒，但他否认他一路飙车、闯红灯等等的行为是危险的，仍然到现在认为说他有自首，那要求要做减轻，甚至觉得18年6个月的刑度是太重的。当来看今年这个案件，黄国伟是无照驾驶，搁伫咧食空气分弹、伊托米子等食一种毒品了后，涉嫌食毒赛车，等到向高速弄死执勤的三中分局派出所警察黄伟进。怎么撞了？撞那么多台？同款嘛是食毒赛车致死，新竹是捌有查甫人伫虎林国中头前造成一死4伤。今年6月判刑12年7个月确定。新北有查甫人是弄死土城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兴，一审国民法官照杀人罪判死，目前上诉2审。高风险群一定要用细胞简讯到他的手机给他警示，最根本还是要从毒品的来源去加以防治。国内毒驾的乱象，今年已经造成至少17个人无命，警方取缔计划是超过12000件。看到食毒赛车是冲击到车路的安全，政府已经提悬行政法，刑法刑责的部分，行政院立委拢小连续提出修法的版本有关刑责，但是法案搁要等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昨暗呢，公园路呢有这青仔树熊倒去，2个警察当咧巡逻，去互这树仔逮着，加在是轻伤尔尔。另外呢，这南投昨暗呢也是落大雨，规个街路拢淹水，这岭西路造成的水线也互冲出来，冲到车路啊。救护车赶到现场，紧甲伤者送病院。2位互青仔逮着伤的是当日执勤的警员。来到3天的警员，哪指挥交通，哪卡入现场的状况。昨暗时10点外，台中市中区三民路甲公园路的路口，有路边的树仔向倒去。苏当时市区拄着大雨，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3位警员洗车当咧巡逻，经过迄个所在，发现车路有落落来的树瓜，可能阻碍交通。2位警员随落车，甲树尾刷去路边。另外1位警员是留伫后壁注意交通，不过树仔煞向倒落来。直接把你倒落来，足紧的。没有，他直接
砰就倒下来。是，就是警察车就在旁边了。有一个警察受伤了，已经送那个救护车已经送走了。两位警员调伫遐5分钟了后，家己爬出来，家姐敢若小可刺伤，送病院处理了后无代志。也若敢是因为病痛害，还是其他因素致使树仔倒去？市府的建设局会过去了解。另外，南投地区遭到暗头仔的大雨，致使市区真侪所在积水淹水。这样，它停在这里。南投市10到下晡4点外落大水雨，经过的车只有是驶较慢的，机车也无法度过。这场大雨造成军公里顶真侪地势低所在淹水，也伫岭西路的产用的大水管也互冲去车路，民众是真无奈。文昌街附近到复兴路这里就积水，就很大，就是我家门前有小河就变成这样了。当地农民讲会赶紧看水管敢有算断去，也若刷到来个几落工，可能也是会落大雨。民众烦恼，若搁落大雨，可能会搁较吃力。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西南风和低压带影响呢，既然今早起落大雨，南洋溪规个涨起来，做工程的拖拉机呢，煞掉伫咧葫芦岛大桥下面的溪坡。也若讲到南部地区也是落大雨，屏东市一间幼稚园因为这门口有较热挂，煞地下淹水。家长就讲要接送囡仔真无方便，啊那高雄左营基山顶所在，过去24点钟内就超过100毫米。高雄气象站也提醒讲，到拜六礼拜进前呢，这中南部天气拢介无稳定，请民众特别注意。搜救人员有所协助司机过岔路的溪水，依然20透早落大水雨，致使南洋溪水涨悬。消防局4点半举报有连接车连人甲车掉伫葫芦岛大桥卡的溪内。出动人员、船艇及车辆前往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涉水并架设绳索，顺利将司机引导救出。根据了解，连接车是当地河段扫准工程的工程车，司机好像无注意到20因为落大雨停止时间的通知，也是想要把车开去对岸，唔使调着。好在人不要紧，大雨落未停，是因为依然受到西南风增强甲低压带的影响。那屏东共款落大雨，有家长透早带囡仔上幼幼班，煞看到幼儿园头前规个淹去，连车都爱小心通过。土地的部分啊，它就是那里就是陷下去。我们112年来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路面较低，致使落雨就淹水，互部分家长感觉接送不方便，希望相关单位也当改善。排不出去的状况是因为瞬间的那个暴雨量进来没办法排。那目前军方是有准备那个马达在那边抽嘛，用抽送的方式。雨落甲惊人，还有高雄有骑机车人经过汉神巨蛋附近，看到路面的人牵挂，因为强降雨一直满水。出名的地漂办公大楼也捌因为乌云甲部分建筑砍去。受到西南风增强及低压带的影响，南部地区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预估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多个地区如左营、旗山、美浓等区，过去24小时累积的雨量都达到100毫米以上。南部各县市19下晡开始持续有低延时强降雨，也是落大水雨。台南透早天气同款无好，落大雨，予天规个蒙，视线真歹。气象站提醒，到这个礼拜六为止，中南部地区也是落雨的重点区域。民众若是要出外，一定要注意天气，也甲落雨的资讯，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西区呢，某一间幼稚园标出不当管教，有家长指控讲4岁查某囡仔，才送去3礼拜尔，17条发现讲呢，这身躯顶有真侪伤痕。幼稚园是讲这教保员管教时阵有较大力，也若现场是无状监视器。台中市政府接到通报了后，才派人去调查，也若机关是批评讲这市政府上过脱线。手骨内面有红骨症的伤痕，互家长真唔甘。台中一个家长20日面台陪伴出来指控，西区某一个幼稚园好亲像不当管教，致使4岁查某囝过人脚、手骨甲大腿有真侪伤痕。爆哭告诉妈妈是哪一个老师对他进行了按压、掐捏的行为，而且明确的跟我表明。他拼命在喊妈妈，然后这个老师全程是用拖拽。查某囡仔拄啊入园3礼拜，家长17发现伤痕了后，向园方反映，煞个人得到管教力质无好，也甲无监视器的回应，去甲隔工通报市政府。不过教育局一直到20才派人调查，这个期间教务员阁继续上课，嘛后面代这个调查前沿，也惊影响证据的保全。家长已经举证明确，那教育局应该要在接获通报的第一时间就要入园来调查。完整的来对所有的物证
来收证完毕。任何的处理都要经过相关的一个程序的部分，而且我们的程序没有逾越任何时间。教育局回应处理儿童虐待案有一定的流程，20幼儿园正常营运，园方人员接到记者卡来，成功无法度回答，佫讲请教育局回应。我们没有办法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的良善在哪里？你们觉得你们幼儿园本身自己就没有问题吗？好，那我请教育局回复你们好吗？今天召开了审查小组会议来受理这个案子，后续我们会请调查小组来进行调查。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老师看到而没通报或知情未处理？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透过调查才知道。教育局表示，互人指控不当管教的教保员目前已经互园方停职，后续会请调查小组进行相关的调查，查清楚原因甲责任。记者采访报道。三军总病院撇出非法换器官的案件，有一个医生去年处理换器官的案件，并知影讲咧死者毋是破病死亡，检察官阁爱验尸，说甲伊目睭的角膜换互其他患者，事后阁甲伊的死因改做是破病死，想要来暗砍，嫌方长约谈7个人，这其中2个医生拢是10万块交保。三军总病院发生疑似违法器官移植的案件，去年台北市一个患者意外伤甲真严重。伫要脑死的时，三总的医生无经过检察官详检甲同意，就大主大意甲眼角膜拆落来，互失明的患者。事后申报的时，将意外死亡改做是破病死亡，涉嫌伪造文书。士林地检署19敲催约谈7个人到案，其中4个人方得做是被告。问话了后，2个医师拢用10万块来交保，其他的请回。那这嘛是国内头一站。医生因为疑似牵涉违法器官移植，去互侦办的案件。本件系本署检察官办理相验案件时发现，被告等人涉嫌于民国114年间，在器官捐赠移植相关登录系统登载不实事项。根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病人过往了后器官捐赠的流程，这临床的协调人员会到整合系统来确认配对的名单，并且通知顺位的病医甲医师。若准病人毋是病死，或者是有可能毋是病死，病医拢应该通报地检署依法来详检。若准同意，才会使来做器官移植的手术。医院这边会有一个调查报告之外，我们其实针对像这1-2年，我们也都针对 OPO 的一个网络医院，我们都会很积极的跟法检这边来进行沟通。如果他明知非病死，也不找检察官来做相验，那这个也有违规的问题。如果是确定有这样的情形，就会有这个罚款9万到45万。三总是发声明驳回，表示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的程序，病院内底相关人员拢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并无外界以为这是牵涉疑似器官移植的弊案，呼吁外界唔通看一个影生一个囝。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竹山有一间经营超过50年做饼的工厂，今早起8点外发生火灾，一直到中昼还阁伫咧拍火，下晡火势有控制落来。原来这间食品工厂上出名的就是冬笋饼、蚵仔饼和番薯饼，即马这工厂小气，可能会影响到中秋的出货。救援的时候发现，因场内囤积蛮多重有机可燃物品，随即由指挥官再调派第2大队、第3大队所有人车前往支援。那火势现场复杂，在指挥官的调度指挥之下，目前已经获得火势初步的控制。也因为这工厂内面有放真侪做饼的油含外包装，火一下就烧真紧，消防队也出动真侪人来斗拍火。这间工厂生产冬笋饼真有名，即马这工厂小气，生产受影响，中秋出货也有问题。初步了解，将有可能是顶炉爆炸导火，要若详细原因，佫需要调查。来看到高雄有民众看到一台这中间病院的轮椅，互人改做是电动的，伫病院外口的车路拍走，这款的行为唔但真危险，而且已经违法，就要吃罚单。一个查甫人坐轮椅，速度袂输乌多摆，甚至有时佮甲汽车并紧。高雄有民众昨晡伫咧高雄中间病院附近的公园路，看到这台轮椅驶伫咧车路，敢若甲车辆咧拼速度。这明明是病院的轮椅，煞改装加一点，变做电动轮椅驶上路。民众看到是拢感觉真危险。这个不 OK 吧？因为它电动的，至少它操作不一定好用啊，而且
很危险啊！你在马路上这样子跑，车流量那么大。这台驶上路的电动轮椅应该是属于中间病院的。院方表示，病院提供的轮椅，民众只要登记，唔免押金就会当借来使用。这个民众无甲轮椅行倒转来，佮家己改装做电动的，伫咧病院外口拍走，实在无妥当。而且警方也讲，这已经违法。该名男子在未划设人行道之道路不靠边通行，违反同条例第78条规定，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林部分局表示讲，亲像轮椅的行动辅具，若是改装，已经无符合医疗器材规范，而且佮驶上路，警方认定这是非属汽车甲动力机械的动力载具，违法是会当罚1200块至3600块。记者顾兆勇高雄报道。伫咧新竹宝山的这卡达车道工程目前正咧斗电火，不过厂商所发现讲有46支的电火条内面的电线，去互加起啊，目前是了100外班，那警方也正咧追查这贼啊。这个都被剪掉了。对，都被剪掉。甲电火条下开挂开开，内底的电线拢已经互人加长，连电源供应器、变压器这设备拢已经无去。经过清查，拢总有46支电火条的电线相关设备互人偷摕去，初步估计损失大约100万。损失将近100万。那这个是单纯的损失，那还没有计入我们未来要回装，我们要装回的这样的一个维修的一个费用跟机具人力各项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行为非常不好，而且我们影响了我们民众这个未来这一个骑脚踏车的一个安全。这是新竹县宝山乡的卡达车车道，最近车道当咧牵电火，增加照明设备，结果厂商也搁咧施工，半暝就拄到贼仔来加长电缆偷摕零件，目前已经通报警方处理。目前已掌握特定对象，将积极查缉到案，厘清案情，依法就办，同时持续加强巡逻，防治不法。本分局呼吁民众务必提高防窃意识，如遇可疑人事物，请及时通报警方。宝山乡公所指出，因为现场无监视器，烦恼若是随个提新的电线甲了来，恐惊会有搁再着贼偷的风险，所以打算先增加电源了后，才会施工，确保设备的安全，也强化民众来遮骑铁马的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做兵的时阵，拢规定讲着爱剃头。今仔日着民间团体开记者会，质疑讲这剃头根本就无法律规定，也会造成性别的刻板印象。国防部进前就捌回应啊，讲是为着这依持军队的服装仪容和纪律，未来改变规定。不过，也有这铁案军人认为讲，安尼生做无合理，要澄清实现。做兵进前拢爱剃头，已经退伍的赖英成因为不满做兵的时，互军方强制剃头，结果国防部要请求国赔。今年5月，2审互法官认定无理由驳回定案，伊不服，打算11月向大法官申请实现。国防法只有写要军人要服从纪律，然后剩下的规定会直接跳到说整个军人的那个内部管理教范。那内部管理教范其中的军容仪节里面才有头发的规定，所以法律的条文本身是没有写到任何跟身体啊、头发的那些规定。根据国防部的规定，新兵入伍受训的期间，头长的标准是爱剃3分头。拜四有民团开记者会，呼吁国防部甲内政部应该爱参考欧洲的做法，放领对役男头长的规定，因也质疑这项过时的规定，不但无法律的根据，也侵害人权，强化性别的刻板印象。现在已经全面的开放学生的法禁，就是让学校跟学生的关系可以正常化。那我们认为，接下来对于不管是警察机关的或是军队的这些法令的限制的放宽，也是让这个军人与国家的关系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入伍的时候只需要30秒，一刀就会被剃平。那他其实只当了1年兵，但感觉像当了3年，因为呢，就是他头发才留得回来的时间。那这些框架与想象啊，就兵役目的与能力培养的必要性而言，我们认为是应该要被重新检视的。针对役男头长管理的争议，国防部进前捌回应，为了维持军队的服装仪容、纪律甲备战的需求，所以爱照规定行。也那内政部是表示，因会以国防部的要求为主。记者顾玉琪、王志光台北报道。
行政院今日通过116年总预算案，明年国防经费来到1兆1225亿，平今年加1730亿。那达到呢占 GDP 3%以上目标，也是头一届有上调的。另外，明年总预算也列入去军工教调薪4%，提悬各项加级等等。毋过无甲在野要求志愿役加薪3万，提悬经销所得替代率编入去内面。各组天津3型飞大车是机动部署到新北5股的爆花公园，强化首都的防空，展现国军的防卫能力。行政院20确定116年度总预算案，整体国防预算有到1兆1225亿，第一摆是超过1兆。那用115年8月发布的116年度预计 GDP 37.3兆来算，占比是3.01%。3.93是为了让各位去比较，在去年3.32，我们同样基础之下的整个国防预算的一个变化情形，会有2个数字来同时做一个揭露。明年总预算案纳入公共交通案加薪4%，经费是增加383亿。在军人的部分，二等兵的待遇明年1月7日增加到57330块，和105年比是增加18705块，增幅是48.43%。另外，总统赖清德宣布，今年7月开始增加第3类战斗部队的加给，适用的部队差不多占全军32.2%。大概整个战斗部队加起没有办法指引到，大概是占国军编制数大概是13%左右。另外，在警消的部分，今年3月开始增加警勤的加给、危险加给加成等等，扩大警消奖励金的范围。检察人员对警做3届到警政1届，待遇之给的调幅是23.52%起跳。扩大警政消防署工作奖励金的一个适用范围，以及呢，我们会持续来扩大深夜围绕津贴适用的对象。所以这些加起来，就是我们对于警消一个持续的一个保障。不过，明年总预算嘛是无编入在野要求的志愿役加薪3万，提悬警消所得替代率。行政院长杜永泰回应讲，已经强化军警各项待遇提升津贴。那我们会在10月15号之前，半年之内，会正式的向立法院提出一个有关军公教保障的措施。另外，今年的总预算顶礼拜在立法院3读，行政院上近27会讨论通过追加预算。本地行政院提出的1.25兆国防特别预算，落尾立法院敢若通过7800亿，减的4700亿。国防部强调，包括中经飞弹等等，拢会纳入追加预算的范围。另外，立法院协商调也提出拢总14个版本的无人载具条例草案，与无共识专案保留。记者综合报道。东非的乌干达进前用一种原则来做理由，把4名入境的台湾人因的护照扣起来。外交部表示，讲自外管处和当地台湾商会去协商了后，这乌干达机场移民局已经在当地时间19把护照还给因啊。另外，这中国的东方航空申请8月1日要飞中国西安往回桃园的包机，不过这个时间呢，不是在咧大年节前后，所以目前先甲因驳回。为了争取跨界直航航班方便台商往回两岸，上总理事长柯书博讲，要向陆委会甲民航局建议，以双包机后直航的方式增加航班。不过，中国国台办20记者会讲，东方航空要向咱方提出西安来回桃园的包机申请，互人以无伫这次包机范围内的理由拒绝。这个咱方申请条件伤严，民众甲业者看得到煞接袂到。因为8月21号大概只有中元节了没有跟中秋节还是离得比较远一点。那包机是为了方便台商啊，只要符合规定我们不会为难自己人。根据咱国民航局的规定，目前会当申请包机的节日范围是清明节、5日节、中秋节前后7天，也是春节前后14天。上总理事长柯书博讲，中国东方航空申请的是中元节包机，航班日期是8月2日，确实无伫咱方同意的范围，所以就要看中秋节包机。西安申请的是用中元节，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准我也跟民航局讲，我不是只有跟陆委会讲，我是跟他说，那中秋节人家只要再提出来，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除了两岸包机议题，外交部嘛接到通报，这阵仔前后有4个摕咱国护照的人入境乌干达，互人扣留护照，互官方以一种政策要求摕中国的护照缀入境中。陆委会批评中国施压第三国扣留咱国民护照，强迫缀因是降低咱国主权、傲慢压败行为。目前经过多方的努力，乌干达甲已经扣留的4本护照全部发行。
监辖乌干达的我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和乌干达台湾商会共同全力协处，积极与乌方沟通。乌干达机场移民局已在当地时间8月19日将遭留置的4本我国护照全数发还。外交部嘛呼吁各国坚持专业甲务实原则，排除无必要的政治干扰，尊重咱国合法护照甲旅行文件，以确保双边正常贸易，也有民间的交流权益。记者采访报道。今日即马这总预算案通过啊，观光署也宣布，平常时啊，国内旅游大放的优待办法，会伫咧9月初1来施行。今仔日先开放互民众上网络登记，原来种种优待加起来，上侪会当补助到3700。为着鼓励民众平常日佚佗，加上海外高消费客来台，交通部观光署20日公布平常日国旅大数优惠办法，主要行甲团体旅游拢有优惠。台湾国内旅游现在的价格都太高了，就是平日的住宿价格都太高，所以如果有补助的话，确实可以吸引我去一些地方观光。因为我们是服务业，所以平日放假比较好放。然后如果有这个补助的话，就是可以刺激大家去国旅。观光署表示，为9月初开始，平常日都是礼拜到拜四，无含固定假日甲连续假日。民众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暗上济补助800，第二暗各段上济补助1200，离岛地区第一暗1000，第二暗各段是1500。另外，还有奖助生日券，民众若是上网络登录，每个月还会抽出1000个，每人会当接拄大数金额1200块，还会当甲平常日的大数奖助做伙使用。流速跟不流速，它的产值大概差了4倍，所以我们这次最主要是想把大家再找回来。因为呢，如果只有2天1夜的旅游，其实匆匆忙忙。我们认为国旅最适合的就是3天2夜。若是公司举办员工国内旅游2天1暝，也会当得到旅游奖助金，每公司奖励每团2万块，上最申请6万。另外，为了强化国际观光动能，观光署锁定灯游会展奖励旅游，也甲未上来台。针对要来台湾的旅客，有机会得到5000至3万不等的奖助金额。观光署是讲，国内旅游补助登记为20日开始，民众会当上网络登录，而且平日大数搁加生日券，整体计划会当增加400万人次的国内外旅客，产值大约达到180亿。记者采访报道。有一出真出名的放假年糕喵喵，伫咧台湾和香港等所在拢播出。不过最近就家长呢，甲当时基金会检举，讲这影片内面会出现假粉的画面，甚至还有粉的包装含品牌。国教行动联盟又指出讲，这个放假呢，伫咧香港已经停播了，也呼吁着咱台湾的主管机关就要赶紧依法处理。国建署是回应讲，分害防治法拢有规定，若这影片涉嫌违规的部分，已经请地方卫生局来依法调查。若种违规，相当罚100万。有名的动漫人物喵喵是改编自同名网络甲青年帮会的日本电视动漫，伫网络甲真侪影音平台拢有当看到播出。也毋过最近有家长发现片中定出现部分的画面，也清楚定现粉品品牌的包装，向当时基金会检举。如果这样的资讯来源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被切断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在小朋友中间去流传。怕小朋友还不懂的情况下会去模仿，或者是跟着做这个事，所以是不太好的示范。当时基金会指出，规个动漫若定出现部分的画面，甚至会当清楚看到粉品品牌甲包装外观。这支动漫片中无过只是单纯剧情呈现，而是透过解释情节甲画面，反复强化特定粉品品牌甲部分的形象。目前已经召集新闻主管机关要求尽速依法定处。每一支烟的上面，它还清楚的把品牌的名称印上去，希望政府能够赶快的下架这样子的一个对就是对年轻人有负面影响的影片。国教行动联盟表示，有关这部动漫片伫香港、台湾等国家播放，香港卫生署已经去函网络平台，要求终止播放。台湾安怎也会当继续播出？香港是自己主动来去做这件事情。那台湾也应该主动去做这件事啊，去了解啊，甚至去看法律当中有没有违反，再让业者自己去定说相关哪些片要剪。国建署回应，根据《妨害防治法》第25条，电视节目甲戏剧表演等内容，拢袂当特别强调部分形象。《妨害防治法》第12条禁止以传播媒体、网络、电视等特定方式
来做宣传甲销售，已经请地方卫生局依法查明。若查证属实，总管会当处新台票100万罚款。国建署会依法透过跨部会机制，关注新形态媒体内容，甲分片信息不法露出的情形。记者采访报道。115年总预算拖351天，总算伫咧14天三读通过啊。不过，这立法院那边有人数优势，通过国民党立委洪巧玲的提案，加3000万的总统府国务机要费减列1000万，当减2000万。总统府本地有加31间庇护工厂，新种团体驻文15000盒的中秋礼盒，即马也受到影响。那这总统府的秘书长潘明安伫咧记者会顶头公开来回示咧，也希望透过民众、企业的大家来推动。这公益订单做伙来支持。谢谢公益，爱你哟。庇护员工疫情接待人客，下个月就是中秋节，因嘛当地骨力做包装。这是当时前基金会开设的庇护工厂，在北部有5间店，大约协助35个庇护员工有头路，也通学技术。总统府逐年拢会编国务机要费，甲公益团体采买月饼等产品。当经费去互立法院三读冻结，基金会表示，真侪公益团体拢受到影响。中秋总来讲卖得无好，啊，其实可能阮后边对囡仔一寡薪水还个福利，或者讲在囡仔一寡未来一寡兴趣的治疗。可能要减少，因为经费无够。针对115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11条也协商的时，国民党立委洪巧玲提案，甲总统府编的3000万国务机要费减列1000万，当减2000万。改动的条件是总统热清条要公告立法院三读的法律。这个是一个涉及到立法院、涉及到全民，还有我们台湾宪政民主法治尊严的问题。所以呢，我这边的话就是坚持说，基本上就是减列1000万的国务机要费。还有冻结2000万。最后，这项提案因为那边占人数优势，三读通过。总统府办事也开记者会，公开向受到影响的公益团体回示的。预购了一些月饼，要分赠送到偏乡、离岛，甚至到弱势的机构团体。这一点因为预算被煽动，无法来履行，所以今天呢，我要跟所有的这些身障团体、皮肤工厂。跟大家说一声真歹势，让大家可能在这个订单上有所受损。原本总统府今年已经甲37间庇护工厂新种团体驻本的15000盒中秋礼盒，总统府表示有关的想办法采购。总统热清条逐年嘛拢会家己采买支持公益团体，嘛希望社会大众企业到收听。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即摆绩效使用这数位服务的情形愈来愈普遍，网络内容安全防护机构 iWin 今日公布上届新的数据，讲互人网络霸凌的比例逐年拢在增加，而且今年伫网络顶头传性相关的信息，这国小高年仔呢比例呢也超过国中和高中。iWin 是呼吁社会着要理解绩效心内的需求，提醒因着要保护家己的隐私和安全。网络方便进步，大粒囡仔拢会伫网络查资料、看影片，甚至交朋友。网络内容安全防护机构 iWin 有针对绩效使用网络的行为做一份调查。调查显示，网络霸凌的比例逐年增加，对2021年的2.2%，增加到今年已经7.3%。另外，伫网络传性相关的信息的比例，国小高年级别也超过国中甲高中。2026年的数字，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传相关性相关的讯息，不管是自愿的、受他人的这个压迫的，或者是说有点像是这个加害者角色的，非常值得警示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国小高年级的学生的这个比例占比较多数。为了防止儿童甲青少年伫网络接触到危害因身心发展的内容，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委托民间的 iWin 处理申诉的案件，去年接到申诉的案件是2100多件，互人检举的网站超过7000个，其中境外比例是占84%。NCC 也表示，希望对源头平台的设计打造更较适合绩效的网络环境。2025年，我们总共受理的申诉有2184件，所以它涉及的网址数有7079股，境外的案件数远高于境内。平台治理的重点不只是移除个别有害的内容，而是让平台从产品设计到日常营运，从被动处理走向主动预防。
海委也表示，即马网络甲 AI 快速发展，话并无的技术甲假消息满满时，呼吁社会应该爱先了解囡仔伫网络的行为，去理解因内心的需求，毋是用禁止，爱用提醒的方式，互因保护家己的隐私甲安全。记者顾由基林秀凯台北报道。高雄柏岭国小转型做台语实验小学已经1年了，虽然传出讲这新学期的1年新生敢若7个尔，也无到旧年一半。校长讲主要是受到这少子化的冲击，不离个这校区外口的囡仔呢也占4个，也代表讲办学受到肯定。今年因会把这台语文对这个幼稚园来定根，或者台语小学这丛树啊愈发愈在。用台语感谢阿母的辛苦付出，和台语课程拖尾一档。柏岭国小转型台语实验小学的头一批1年啊，无论是台语能力还是学科的提升，拢互家长真放心。不过现在所传出新学期的新生人数剩7个，也无甲旧年16个一半，和各界是真烦恼。校长讲这是大环境少子化的关系。不过学区外囡仔占4个，也代表办学有受到家长认同。用台语来教册，无影响到囡仔学习。你今年因也按算要甲台语教育对幼儿园来定根。按下早啊问好，食点心，食中昼，困中昼，放学。老师会用这足熟悉的台语的语言，加深互动交流。吼，啊，第二个重点就是我要请专业的台语老师入来班级绘本讲故事。师资的部分，除了老师就是专业上的成长之外，我们也会引进外部的师资，一些像跟大学的教授合作啊。还有就是我们专业辅导团的部分。校长讲，来读柏岭的囡仔学区外1年比1年多，正做台语小学未受到学区的限制，柏岭阁会当延续发展。转型做全国头一间台语小学，是因的引进嘛是挑战。有学者建议，除了台语以外，阁会当发展特色课程，甲别个领域的人求来做咱台语人。因为别个族群本地无咧用台语，所以你即马颠倒是你甲伊吸引入来，因为即个物件，亲像讲咱有台语加科技，伊家长想要互囡仔学科技，伊爱先来学台语，还是迅速学台语，安尼台语的市场就变大。咱的公家的考试的制度，包括大学也是公职人员这考试，应该爱采用。这嘛希望就是讲，这个民间企业嘛会使来认证。新学期你要开学啊！校长讲实验教育的成果，毋是1档2档会当做出来的。学科方面的知识一定袂互家长失望。所以来除了继续提升老师的能力以外，伫咧环境方面，嘛打造更较侪台语元素，互囡仔顺其自然学台语、讲台语、爱台语。记者柯家做邱超勇、高永昌报道。彰化县目前有5个社区成立这石虎社区巡守队，大丰社区今年3月头一摆记录到这石虎形影。彰化县政府今年扩大石虎生态服务的给付项目，发奖励金，要来鼓励这些农民的优先种植，大家做伙来守护保育类的动物。透过监测的相机，清楚看到一只石虎行过草坡。这是彰化市大丰社区2024年成立巡守队了后，头一届记录到石虎的影像。彰化县从年开始，陆续伫彰化市的大丰社区、分园大德社区、河美镇的嘉宝社区等5个社区成立石虎巡守队。大丰社区伫今年3月开始连续翕到石虎，5个社区巡守队拢已经有石虎出现的记录。一定要换所在，因为怕有的地方有野狗，有野狗出入，师傅就不会接近。应该他若到即马1年外哈，然后就1年附近发现到啊。伫咧3月份的时阵出现，到伫咧真正6月底的时阵嘛，伫咧附近出现吼，代表讲吼，其实这个环境嘛做了好的话，其实伊离咱比如讲市区啊，还是讲台湾种高密度的迄个住宅区，其实是拢做歪的。保育人员表示，彰化市大丰社区虽然挖山区，但是徛过济，人类活动嘛真接，会当翕到石虎真无简单。今年彰化县府嘛要扩大举办石虎生态服务给付的范围甲项目，希望透过巡守监测、自主通报甲优先农地方式，鼓励社区居民甲农民做伙加入保育的行列。我们今年也会推动友善耕作。就是找当地的农民大家一起，除了社区守护石虎，让农民友善耕作，一起大家共同来营造食物的友善环境。县府表示，石虎是台湾用要绝种的保育类动物。今年除了原本的社区巡守队，农民也配合友善耕作，嘛会有奖励金。透过监测资料加友善环境的营造，会当更加了解石虎活动的范围，嘛望降低人类活动对石虎影响。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家己东门医院的整修工程，挖到可能是清朝时代朱罗城的城门。市政府昨下晡去会勘，确认是300年前朱罗城东门的所在。挖出来石板含建材，确认是这清朝时代物件。不过现场呢是无看到这建筑遗构，就要进一步用考古方式来处理。专家学者摕到文书提报的资料，19下晡来到东门医院整修工程，挖到清代城门遗构施工现场进行会勘。针对现场涂骹下底的状况，甲历史资料来做比对，专家确认目前挖出来的物件，确实是300年前清代的建筑材料。它因为拿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相对关系，所以这个判断就比较不能够准确的支撑说它到底是城墙的或者城门楼的城门的建筑。文化局表示，经过委员的会勘甲讨论了后，确认施工的所在甲朱罗城东门的所在相像。目前挖出来的物件，本组委员认为是旧城建筑的遗物，但是现场目前无任何建筑的结构，会先暂停整修工程，委托专业的考古团队入来现场调查，未来阁评估刷落来工程要安怎做。我们以提报人的立场，当然是觉得说，任何的历史轨迹都是对嘉义很有价值的，无论它是清代的还是日本时期，如何去改造这个古代的城市，对嘉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主题。那我们就是省城、府城跟县城3个城级，所以这个对嘉义来讲，诸罗县的县城，当然假若是有出土，而且能够找出来，那当然对嘉义来讲的文化资产的价值就很高了。民间文史团体指出，朱罗城是台湾上早建城的所在，到今已经有322年的历史。东门为日本时代拆掉到今，嘛已经经过120年的时间，即马有机会阁找出来，呼吁市政府要重视这个议题，让在地历史会当有重新呈现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罗战争已经满4年了，来自乌克兰的芭蕾舞者明仔载开始呢，连续3天伫台湾演出《天鹅湖》，因透过全球巡演的方式呢，要展现乌克兰芭蕾风格的水，也要展现到乌克兰人是拍袂倒的。优雅的舞步展现芭蕾舞的力甲水，男女属性舞者演出有名芭蕾作品《天鹅湖》。因所属的基辅芭蕾舞团成立12年，巡演遍及美国、荷兰等地，展现出对角色的高度掌握力。We need to live this role on the stage, and it's such an interesting, and in the same time difficult part of your work. When I play White Swan or Black Swan, I never try to become White Swan or Black Swan because I think every person now has like different faces. Some faces which is similar to White Swan, and I have some faces which is more similar to Black Swan. 首席女舞者挑战白天鹅、黑天鹅双重角色真正难，平常练习完全袂当凊彩，因为俄乌战争继续进行，冲击乌克兰民众生活，舞团练舞也受到影响。We have a base in Poland, and also we have one b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try to practice outside of Ukraine, and it's more safety for the dancers and for their families. 就算战争影响到练舞的步调，舞团游员要求舞技要精准到位，展现真情感情满烈的解说力度。舞团希望透过继续跨国巡演，展现乌克兰人民的稳当当徛在在，也欢迎台湾的民众到场欣赏因的演出。记者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一站国际意外，讲到这中非共和国一个乌金的炭坑呢，想袂到来发生事故咯。这山壁规个放落来，规定人互伊地点遐，已经造成上百人死亡，甚至有人呢用这手机啊翕到规个放落来过程，所以拢发现讲这炭坑拢互带伫内面。这意外发生的时阵呢，这规定人就伫咧炭坑边啊，想袂到山壁熊熊放落来，规定人是走袂赴着互带伫内面。那这站意外是18发生伫咧中非共和国的西部，当地官员表示讲，这伤亡人数可能会搁再来增加。那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调查咯。事实上，这款无安全的炭坑有真侪，逐工拢有上千人伫遐挖矿。那安全的设备无够，也不是伫咧帮，这凸显讲长期以来拢是有安全的问题。
美国药厂默沙东和莫德纳合作研发个人化癌症治疗法，甲这客制化的 mRNA 疫苗联合着变异药物，精准来对付癌细胞。19双方拢宣布第3期临床实验成功，会当降低黑色素瘤患者搁再夹起来和恶化风险。未来也有机会应用到对付其他的癌症。默沙东甲莫德纳联合开发的个人化疗法，是将黑色素瘤患者切除的组织，透过基因定序找到特定突变，大约6礼拜会当专工设计出专属的 mRNA 疫苗，可以训练免疫系统准确识别残留的癌细胞，拢总自高版。佮配合默沙东的免疫疗法药物，技术达共同驱动 T 细胞，精准鉴别癌细胞。两间公司针对1000多名黑色素瘤的患者，用这种联合疗法做1年的大型实验。19宣布第3期临床实验结果达标，成功达到测验终点，详细数字还未公布。不过根据6月公布的第2期追踪数据，受试者癌症复发甲死亡风险已经降低49%，完全转移风险降低59%，佫无出现严重的副作用。If we're anywhere close to that, this is a blockbuster. And in general, those types of agents get approved by regulatory authorities. 专家表示，若最后数据得到审查通过，这项疗法有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改变未来治疗癌症的方式。目前莫德纳也伫膀胱癌、腰子癌、腰鞘腺癌、胃癌患者的试验中研究这种联合疗法，表示未来1-2年内会公布真侪试验结果。另外，罗氏药厂甲 BNT 也咧做大肠癌甲腰鞘癌的相关 mRNA 疫苗试验，预计未来几年会陆续发布结果。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1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